好，嚟一起步，大家都平排出閘啊！前面快噶嘛，見到外邊位置落滿貫啦，中間綠茵神區啦，最出係嗰隻加州星球3隻馬比較快啲嘅，跟住個第4位啊，咁啊見到外邊位置藍衫藍帽幸運有利啦，中間位置啦，咁啊有紅帽藍白環間衫咧就係包裝長勝，跟住個第5位啊，再見到內欄第6咧就浪漫勇士啦，中間藍白環間衫黃帽嗰匹係包裝智威啊，出邊係最眼光啦，後多少個馬匹啦，有啲烽火戰區啦，咁啊再後邊呢，尾5位置係超芳華啦，尾4咧就試跑得啊，咁啊後邊3隻黑桃火箭啦、都靈太陽啦，暫時包咗落尾係嗰隻喜御寶嚟㗎。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加州星球就好順利埋到嚟啊，貼欄放㗎啦。外邊啊落滿貫啦，第3位綠茵神區，第4位幸運有利啊，第5位埋邊綠衫嗰隻咧就浪漫勇士啊，響出邊啊咁啊就係包裝長勝啦。大約跟住個第7位嘅馬咧，黃帽藍白環間衫包裝智威啊，再後邊嘅馬啡色衫最眼光啊，尾6到啦，等入邊橙衫俏芳華，咁啊在外邊位置試跑得啦，烽火戰區啊褪啲，再掟出去最外邊啊係喜御寶啊，馬林中間揾翻黑桃火箭入正最後直路，加州星球埋邊數出嚟落滿貫，入邊偷位浪漫勇士，中間幸運有利，有少少偏嚟偏去咧就包裝長勝啊，外邊包裝智威亦都爆緊上嚟，最出嗰邊啊先見到試跑得啊，最後100零米加州星球仲有1個馬位優勢，咁啊見到浪漫勇士直逼上嚟，出邊位置包裝智威，最後50米浪漫勇士終點前將放頭嘅加州星球趕過咗，而贏出呢場香港經典1哩賽啊！浪漫勇士咁啊跳程，咁啊逐級咁樣增程之下，去到1600米呢個路程，一樣都能夠咧贏得到啊！咁啊亦都顯示得佢嘅能力咧都相當強勁啊！由谷草1200、沙田1200上1400，第一次跑1600已經即刻贏得啊！